呢個就第二條片就拍呢個巴達克隊啦，小隊啦。就其實嗱，如果你玩過，你記得咧，其實巴達克咧係要出組合技嘅。不過咧，因為我換咗呢一張巴達克咧，你有得復活。因為你自己嗰張就冇復活嘅，所以就麻煩一啲啦，係啦。好，等開波先。嗱，一開波就出咗合技啦，就中間呢個同總之3個男人一齊出招啦，怪怪地。好啦，咁你嘅豬就基本上會冇咗啦，跟住就盡量推到有六粒豬為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粒啦呢度，即係大概係咁樣推咯。如果怕唔夠就，其實咧就3隻中間2隻擺上頂咧，就啲氣就應該啱啱好，就夠6粒豬嘅，同埋都唔驚俾人減豬，除非你想連巴達克都有招出咯，如果唔係就要推4個咯。不過推3個好啲，因為我驚佢會暈。如果同人打嗰陣啊，同人打有機會整暈你嗰隻其中一隻嘅係。又咁嘅，唔知做咩今日。做乜鬼啊？係咁撳輸。嗱，因為呢隊嘢有加奇蹟咧，所以其實有機會連續3次都撳到原理嘅。係我有朋友試過，好似真係會連續3次。嗱，因為呢度俾人打咧，你可能會俾人減咗少少氣，不過應該就唔會暈嘅。正常嚟講啊嚇。同埋都係咁啦，其實佢打你唔係真係咁痛嘅，應該你防禦好高嘅呢隊。第2回合又係因為我有啦，呢啲就我用減傷啦。如果你怕死咧，而家第2回合就可以出巴達克嘅組合技啦。組合技。咁就5個人一齊用咧，你就可以有機會復活嘅。好啦，嗱，記住喎，如果你想可能呢回合你想推贏人咧，就用呢張嘅組合技，即係呢個女人。咁佢可以限對面戰鬥力2000嘅。不過就因為我用呢張咧，就呢張巴達克咧就可以揀咗復活技先。又咁輸啦。不過都冇乜事，佢打好犀利。又輸咩事啊？冇事，未暈。終於有個奇蹟啦！又嚟啦，又係呢個。不過你有時同人打就可能一樣嘅，所以就睇情況啦，睇情況。基本上都係
開咗復活技先，就靠巴特克。應該撞唔死我個肥佬嘅，係啦。如果打巴特克，俾佢減咗武器啦，差唔多。撳零一下啦，睇下打幾多先。我都唔記得咗呢隻可以打幾多。哇！係咯，差唔多殺咗佢，係都打2萬幾下嘅呢個，都唔差嘅呢一隊。